再来，过来倒找人，台中嘉义外野嘉义26岁受刑人强建利呢，这个收假时无转去检警已经发布通知要抓人。经过了解，这个强建利因为去卖着咧线顶的跋筊的电动，2019年就侵占人的汇款被判6个月，2021年又因为偷摕钢材造成咧工人受伤，被依照准强盗罪判6当刑期也未煞咧，又搁逃工，即马牵涉到逃脱罪。警方已经公布详细的这个监视器画面，以及因前某的车登到嘉义，也毋过无入去，趁因前某无注意的时呢，边过围墙啊，往市区方向逃走。监视器翕到台中外役嘉义的受刑人强建利，为白色的轿车落车，伫一顶帽仔，青青色的三角裤，一双深色的球鞋。甲开车的前某识别了后，先假做为嘉义的方向行，煞来个趁人无注意，伊边过边仔的墙围，跳过停车坪，往台中市区方向来逃走。台中地检署马上启动重检脱逃防治小组，通知刑事局公布伊的相片甲通缉。根据了解，强建利因为想爱耍线顶跋筊的电动，2019年担任分林一间商行司机的时阵，侵占汇款，共判6个月。2021年的时阵，搁伫咧台南的工地偷摕 H 型的钢材，造成工人跋倒骨折，互依照准强盗罪判刑6年。想袂到，伊申请4月初3到4月初6，清明连假回去故乡来探亲，回去嘉义的进程选择来逃走，已经触犯到逃脱罪。他下车以后没有进到监狱收假，那自行从监狱旁边的草丛离开逃逸哈。那目前警方已经全面动员调阅监视器。台中的警方查出强建利的户籍伫咧云林，所以请云林的警方到3工找人。强建利走路已经要活1工，也过目前人也是无抓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